咁嗱，我哋又進一步去了解啦。最新呢30年，又點樣了解究竟我哋嘅正常細胞點解會變咗做癌細胞呢？咁原來咧，我哋身體裏邊所有嘅器官啊、組織啊、細胞啊，喺自然嘅情況咧，都係有好多層次，係有保護我哋細胞嘅作用。咁嗱，我哋大家都知道，抗氧化、人嘅衰老等等呢啲。咁點解小朋友唔衰老，年輕人唔衰老，到40-50歲之後開始衰老呢？就係原來呢，我哋有一種嘅保護嘅機能係衰退。咁呢個保護機能係點樣呢？咁即係話佢就會產生好多抗氧化嘅物質，即係正如咧我哋食抗氧化嗰啲保健劑一樣。如果我哋身體係年輕嘅時候咧，產生嗰啲抗氧化物質咧係非常豐富嘅。咁喺日常咧，無論係日曬雨淋啊，你唔夠瞓啊，或者壓力啊，或者係工作疲勞啊等，都會產生好多咧就係氧化物質。呢啲氧化物質咧係會攻擊我哋嘅細胞膜，亦都會攻擊細胞裏邊嘅核嘅膜，亦都會攻擊咧細胞裏邊嘅蛋白質。最重要咧，亦都攻擊咧細胞裏邊嘅基因 DNA。當攻擊佢嘅時候咧，即係話將佢哋氧化。嗱，大家都知道氧化啦。我哋嘅窗門嗰啲鋁框，10年、20年之後氧化咧，有一日頂抌成個窗跌咗落去啊，街啦，係咪？氧化咧，其實咧係好犀利嘅嘢嚟嘅。即係呢啲鋁金屬啊，咁樣都可以氧化到嘅。咁何況我哋身體裏邊嘅細胞，即係咁軟腍腍嚇。咁當破壞咗我哋嘅基因嘅時候咧，嗱，首先如果破壞咗我哋嘅細胞膜啊、核膜啊、蛋白質嘅時候咧，個細胞會死。破壞個基因咧，咁睇下啱啱破壞邊個位啊？如果破壞咗一啲唔係最關鍵嘅位嘅時候咧，呢個細胞咧，即係嗰個基因咧，會輕輕跛下隻腳，意思咧即係話唔死得嚇，即係仲可以做下嘢，但係咧就係慢晒態啦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喺到中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嘅衝勁就係慢晒態，就係呢啲咁嘅原因嘅，即係喺嗰個分子嗰個水平裏邊分析咧，就係咁嘅原因。咁再嚴重啲嘅時候咧，就係嗰啲細胞咧會死亡啦，即係話細胞死得多啦，繁殖得唔夠，細胞死得快啦。咁我哋咧就係衰老啦，即係話我呢個月又開始腰骨痛啦，嗰個月開始咧就係行得慢啦，唔行得快啦。另外嗰個月咧就係起床都要慢慢起啦，等等呢啲咧就係開始咧就係我哋嗰個身體嘅細胞受傷害，我哋嗰個唔同嘅保護層次咧，即係保護唔足夠啦。但係咧，突然間有一啲事情咧，就係嗰個嘅基因受到呢啲嘅氧化攻擊到一啲嘅位置，呢啲位置咧就令到咧嗰個細胞突然間咧醒一醒，突變咗。佢唔單止唔會死亡，佢就增加繁殖更快。但係你又唔使旨意咧，佢做翻原來應該做嘅嘢啦，即是話肌肉應該係收縮擴張、收縮擴張咧。呢啲突變咗嘅肌肉咧，佢就唔做呢啲收縮擴張啊！你呢啲硬晒，佢仲會咧生個瘤出嚟。呢啲細胞咧會分裂喺個肌肉嗰度咧整嚿瘤出嚟，喺個肝度又整嚿肝嘅瘤出嚟，喺個肺嗰度又整嚿瘤出嚟，喺個腦嗰度又整嚿瘤出嚟。
喺個腦嗰度整嚿瘤出嚟咧，佢唔係幫助你思考啊，或者乜乜乜諗嘢喎，冚唪唥唔做嘢嘅，就猛咁吸晒你個腦啊、你個器官啊裏邊嘅營養，啊整嚿嘢俾你嘆。咁嗰嚿嘢長下長下咧，越長越大，佢係好壓榨嘅。附近啲神經啊、血液啊、淋巴喺度嘅，俾佢壓榨、壓住。咁啊嗰啲嘅神經咧，俾佢壓嘅話就痛啦。嗰啲血管俾佢壓住咧就唔通啦，淋巴俾佢壓住咧又唔通啦。血液同埋淋巴管唔通嘅話就點啊？呢度壓住嘅話唔通，上邊就脹到個豬頭炳咁樣啊！因為咧嗰啲血液係應該喺個腦度翻落嚟噶嘛，佢唔通嘅話，翻落嚟少，流上去多，你咪變咗個頭咧，慢慢脹嚇。咁啊個肚腩又係啦，佢壓住咗嗰啲嘅大血管，咁啊嗰啲血咧流落去隻腳嗰度，又翻上嚟，但係翻上嚟咧就少喎，流落去嘅多咯，咁你個肚咪咪脹啦。咁啊好多血液喺嗰度咧，嗰個嘅瘤咧腫瘤咧就仲啱。咁多營養、咁多氧氣、咁多即係供給，咁所以個瘤啊長得更快。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嘅細胞喺我哋一路生活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哋就不斷係遇到即係外邊攻擊我哋細胞嘅氧化物質，或者係有毒嘅化學物品，或者咧係放射線嘅破壞，就必然噶啦。我哋後生嘅時候咧，保護層次咧係非常旺盛，所以我哋咧就能夠保護我哋。咁啊，我哋喺研究裏邊咧知道咧個保護網咧就有4-5層咁多嘅嚇，一層壞咗，仲有4層，再壞一層，仲有3層，再壞多一層，仲有2層，到壞到5層都壞晒嘅話咧，就差唔多你即時咧就會生呢個腫瘤噶啦，會生癌噶啦。咁所以咧就係，但係呢個過程係相當漫長嘅，即係10年、15年咁長嘅，即係除非係原子彈嗰啲唰一聲，就一下子咧，嗰啲放射性咧可以5層咧即刻俾佢掃清晒，咁你就即係你嗰啲細胞咧就一路繁殖，都會冚唪唥變晒即係癌細胞噶啦嚇。咁平常生活咧就冇咁快嘅，咁佢一層咁受破壞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話你要避免我哋日常生活呢啲太陽啊、紫外線啊、或者係 X 光啊、或者我哋吸入嘅呢啲嘅唔好嘅空氣啊，或者咧食咗落去嗰啲致癌物質啊等等呢啲，我哋要避免呢啲傷害我哋咧就要懂得保養啦。咁啊，其實咧保養咧一個大嘅範圍咧就係食抗氧化嘅健康食品嚇，譬如咧就係奧美加3魚油丸啦，係一個係好好嘅一個 CoQ10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抗氧化嘅。咁藍莓係非常好嘅抗氧化，綠茶係非常好嘅咁我相信咧 Club O 咧亦都有好多呢啲產品抗氧化，英文叫做 antioxidants 呢啲嘅產品，即係話基本上咧人到40咧你需要呢啲，因為咧喺平常生活喺醫學嘅歷史裏邊咧都知道咧，人到40咧就個個咧都開始有一啲衰老嘅象徵。當有衰老嘅象徵咧，其實喺分子水平裏邊講咧，即係話
你身體保護嘅5層裏邊咧，開始咧有啲壞趕唔切去保護你啲細胞，防止氧化。OK， 咁嗱都好公道啊！即係如果你生存咗喺呢個世界40年，你睇下嗰啲鋁窗40年氧化一樣啫嘛，係咪？你換鋁窗咯，係咪？或者咧係點樣處理咯，係嘛？咁啊喺我哋身體裏邊咧冇得避嘅呢啲嚇，即係呢啲咧係唔係呃細路仔嘅，係必然嘅後果嚟嘅。OK。